功夫只係一種形式，佢同打乒乓波同打羽毛球冇乜分別，因為每一個都係每一個呢一啲嘅運動都係愛嚟喺你生活上高，有啲愛嚟保護自己，有啲愛嚟強身健體，咁其實冇其情咯。咁其實喺我哋個戲裏邊都有出現過呢3個字。咁每一次你打你個功夫嘅時候，到底你想殺人啦，因為你想愛嚟取暖啦，因為你想愛嚟鍛鍊身體啊，咁其實冇乜所謂嘅，其實完全係講你自己。咁學功夫只係，如果有啲人可能愛嚟報仇，有啲人可能愛嚟做乜嘢。咁喺我而家覺得就學功夫佢同打羽毛球冇分別。好，最後第2個問題。冇嘅話，我哋就暫時係咁樣。OK， 好多謝晒。多謝晒。好啦，呢個時候咧，我哋有一個少少嘅儀式。